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总统川普昨搁再讲会甲热情的总统谈话，也毋过无讲啥物时阵。总统府讲还未接到消息，强调台美的沟通无问题。韩国三星电子罢工的危机暂时解除，劳资双方达成初步的协议，半导体部门员工有机会摕到上济2000万台票分红。早期台股受到辉达财报真好的带动 ，AI 相关的概念股大起，指数起超过1500点。全球科技界关注的台北国际电脑节明仔载要起股。来看美国总统川普进前伫川习会结束的时，讲会想要甲咱伫理台湾的人谈话。川普当时搁再讲，伊会甲热情的总统在内的所有人谈话，也毋过无讲是啥物时阵。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明安今仔是表示讲，还未接到消息，嘛强调讲台美的关系是真好，沟通真顺。国民党的立委嘛认为这是外交的突破，也毋过嘛烦恼讲军购案敢会有变化。咱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认为，维持台海和平是美国一向的政策，对军国嘛是信心乐观。赖川通话有签名吗？川普佫一改表态，家己会甲总统大清伫在内所有的人了讲的，嘛讲美国对台湾的情势拢掌握了真好。啊，若是川普甲大总统这通电话当时要卡，总统副秘书长潘明安干那表示，台美之间目前的关系也佫拢顺顺。川普总统，你电话拍来也是要来台湾有机会见面，你要请人食啥？元首之间的对话有它的严谨性，那该有的礼仪我也会做。甚至呢，我想希望川普总统可不可以开扩音哦？那但是呢，因为涉及到这个国家机密哈，那至于要喝珍珠奶茶或请他吃臭豆腐，我都可以。台美关系这样子的相关议题的辩论，相关的议题的这些讨论，我想在华府会变得非常的激烈。这个过程，我们国安单位有做什么样的准备？不管有什么样的这些发言。那我们跟美国的这个结构性的关系都是非常友善的，台美甚至是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台海和平稳定。那在这一方面，我们跟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不止立场一致，我们的利益一致。美国国务卿是伫大总统520周年谈话了后，佫一再强调，对台湾的政策并无改变，有关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3公报，甲佫6项保证做指引。啊，毋过对台湾的军售敢会受到影响？国防部长顾立雄认为，维持台海和平是美国一直以来的政策，对着军国，伊是真乐观看待。不管什么议题。美国总统可以跟我们的总统来对话，这个属于外交上的突破哦。但是我们就是比较会担心军购的部分会不会有所变化。赖总统已经在昨天的记者会中对外说明，台美沟通管道向来畅通。如果有机会，将反映台湾社会的心声。外交部表示，到时阵除了强调针对台海稳定，咱国政府是袂去甲人规，嘛会维持现状，而且会讲到中国才是迫害者，嘛会甲美国讲，咱希望军国会当继续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国造畅水南海群河第3阶段119亿预算，和在野党提案冻结。台船昨暗时发声明表示讲，若预算无稳定，可能会亲像空军 IDF 的发展卡步打叉。台船嘛强调讲，海群河有战力，伊嘛真有信心，望讲在野党团会当支持。国防部长顾立雄今仔嘛表示讲，安全甲品质是上重要的，望讲海群河若完成测试，相关的预算会降带动。红号做是航南杀手的国产雄三反舰飞弹，将为东南外海。原来是中科院到平基地热伊透早进行试射，要验证雄三飞弹。国防自主是一直强化，除了飞弹，各座舰舰嘛咧赶工。各座舰舰海军号这个2个超雷射击测试完成，要拼7月9月。不日个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提案，要甲舰舰各做第3阶段后续舰119亿的预算全部冻结。台船发声明着警示，若是预算无稳定，可能会像空军 IDF 发展的教训同款。强调海军号是有战力，而且预计后半冬就要交货。对后续舰的建造有信心，强调还是在安全与品质的前提之下，那符合我们的作战需求。那一旦完成海测，我们当然都希望能够动支相关的预算。顾立雄强调，安全甲品质是上重要的前提。每一个国防自主，若是国造舰舰，政府嘛咧推动国内发展无人机的产业。不过，立法院国民党团质疑，特定无人机的厂商，还有执政党关系是真密。虽然支持强化国防，不过嘛会全力来监督相关的预算。
现在我们大家质疑的是，百工百业变成军工业，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第一优先都是这些绿油油。采购在各方面其实都是跨党派有清楚的监督。最大的国防弊案是发生在马英九总统的任期，我们也没有因为这样子认为国防不要继续升级。郭立平认为，无人机产业的零件加系统整合，厂商有几百间，而且全台湾各地方拢有，强调社会自有公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新北市长的参选人李树川的小弟李树福，涉用回馈金的名义，向小琉球并本色业者讨钱，互检方起诉。屏东地方法院昨开庭，李树福等4个人是当庭认罪，嘛表示讲愿意甲被害的业者和解。检察官嘛同意哦，欢迎买过来安排调解。看到有记者咧等，就随外头行去法院，对别位离开。这名穿乌衫、戴帽仔、挂嘴烟的查甫人，就是李树川的细汉小弟李树福。李树福因为含细人，甲另外2名查甫人，伫109年至113年，涉嫌向小琉球的本色清运业者，用破产恐吓的方式讨回贵金。因为业者拿袂出遮侪钱，致使清运标案老表告解，规粒倒吨超过600吨的本色。检方调查了后，2月起诉，20开庭。接近2023年的2月的时候，厂商跟公所反映了机具有被破坏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时间点马上把这个事情反映给屏东县政府。根据侦讯内容，李树福等4名被告全部承认犯罪。涉任的查甫人表示，因为欠李树福人情，才答应斗找人恐吓本色清运业者，甚至搁找2个人到业者住的所在破财施压。涉任的查甫人愿意主动缴回10万块的犯罪所得。4名被告嘛当场表示，希望和被害业者调解，业者这边嘛愿意接受和解。当时动员了大概250人次，还有12航次的船运来载运这些，把那些垃圾从垃圾车那边转运到我们本岛来做处理。检方调查，李树福等人用地方环保的名义，向小琉球清运业者收回贵金，造成岛上本色运袂出去，影响到观光旅游。2024年，屏东县环保局接手处理，当时阁有警察护送本色的状况，但是这笔空，地方法院裁定改用简释审判定时，后续安排调解庭。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中华的线西乡昨下晡有一个姓林88岁的农民，甲另外一个92岁姓黄的农民，因为残忍的反光条去冤家相拍，来可坑的亲人嘛跋倒，3个人是拢吊伤送病院，警方接到报案，嘛已经在处理了。救护车赶到为先甲受伤的民众送病院治疗。中华线西拜三下晡有2位老农民，因为田地反光条已经袂下，结果起冲突，2个人冤家相拍，连来可坑的亲人嘛公亲变事主，滑倒脚骨断去，3个人拢受伤送病院治疗。男性88岁，头部有一处刀伤，大概2公分左右。那女性为右大腿疑似封闭性骨折。那92岁的老翁，那他身体有部分的肢体有擦挫伤。警方表示，这场冲突是因为一位92岁姓黄的农民伫田的白反光条要赶鸟仔，但是姓林88岁农民认为反光条有噪音，而且造成伊目睭无爽快，2个人冤起来。姓黄的农民摕鸡仔，姓林的农民摕鼎互相攻击，一位来可坑姓曾的妇人人嘛受伤，详细司法经过也阁需要调查。我看伊举一支刀啊，我把伫个有一口迄落，偏地瓜，医生当就甲迄个甲喊啦。因农地耕作发生纠纷所引发的那个肢体冲突。那本案后续将依当事人提供之证据及陈述内容及受伤情形予以侦办。目前姓黄甲姓林的农民拢已经出院，姓曾的妇人人因为脚骨断去，需要开刀治疗。姓林的农民表示，已经提告伤害，警方随后也依照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来侦办。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县的伫东，昨有一个社区工人来摒化粪池，结果工人亲像死着伤济，沼气昏迷。消防队要甲人救出来时，嘛已经无喘气，嘛无心跳了。加在送病院是有恢复心跳，目前人是搁伫病院在治疗。
消防队员派装备落去化粪池，先甲已经昏迷的工人固定好势，等怪人再利用绳啊，甲工人扣起来，赶紧进行 CPR 抢救。新竹县得当拜三传出疑似沼气中毒意外，好佳在这工人上病医了，恢复心跳。8点快要半出去，就是看到车子在那边可能是准备要施工啦。对，只是后续回来。我就听到有救护车了。工人在下水道化粪池进行作业，因不慎吸入过多沼气，造成昏迷。我们在抵达现场之后，立即架设绳索系统，在抢救出来之后，伤者已经呈现欧卡状态，立即送往生医台大进行抢救。其他的清洁公司指出，准备清化粪池进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安全措施，譬如讲先用水枪伫下底暖涂，和内底的沼气先散开了，通风至少20分钟了，再个透过机器侦测，确定安全无问题，再当落去施工。沼气是藏在泥巴里面，所以我们入池前都会把泥巴翻动过一次。最基本的，起码有自来水下去前，先把它的底泥先冲过一遍，先扰动一遍。然后再接着像法规讲的，要送风，要测氧，通风基本要20分钟啊。通风完之后要气体侦测啊。消防局也提醒，无论是一般民众厝内，也是社区大楼，化粪池因为是闭闭空间，内底定会出现有毒的沼气，要清进前一定要做好通风，而且还要有安全的防护措施，再当避免发生意外。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来看台北市一间美食刀团的店家，找10有员工因为办鬼哦，所以去甜到阿妈滚意外过身。今仔家属甲员工是开记者会，有2个员工是讲哦，早就要甲公司反映过安全的问题，也毋过公司是拢无要无紧哦。台北市政府嘛强调讲，一礼拜会来提出相关的安全指引，未来嘛固定来进行稽查。我女儿只是去工作，她的命就丢了。她喜欢密室逃脱。但他夺走他的性命。家属艰苦到流目屎，要求检察官予伊过身的查某囝一个公道。伊的查某囝伫台北市一间美食刀脱店家食头路，随着因为扮演吊头鬼，所生暗棍出意外伫15过身。即一家属含业者的前员工甲在职员工出席记者会，侪人表示，即个代志发生进前，都有向公司反映，应当爱有保护措施，也毋过公司拢无积极处理。之前就是在执行上吊的环节的时候，然后绳子卡到脖子，那我就当场失去意识。后来我就反映给就是其他的正职员工，但是后来就不了了之这样。恳请检察官以最快的速度起诉应负责之人，并且在目前的侦查程序中，恳请检察官尽可能的保全相关正在流失、正在被灭证的证据。美食刀脱是一种新型行业，消费者伫咧封闭的空间内底体验各种游戏关卡甲情景，也是真侪少年家会选择的工课。出意外了后，组织单位文化局有会同其他单位去稽查34搭，去检查建物装潢、消防设备等等。市议员洪建业质疑，应当针对机关游戏设备安全设计去稽查，才通保障消费者甲员工的性命安全。文化局也表示，后续会提出安全指引。会来做相关的，包括他们要求业者针对机关的设计、测试都要留下完整的记录跟图说。然后也要针对这个部分的安全性跟整个一个紧急的措施跟防贷的机制。台北市府表示，会伫这礼拜赶紧提出顶尖式内容体验产业的安全指引，要求美食刀脱空间爱有人敢看。甲公共安全、活动流程含机关道具、业者员工规范含消费者保护4大层面，未来嘛规划甲安全稽查常态化按算1年2届，希望会当防止这款不幸的意外。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刑事警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掠到一件跨国的毒品案，主嫌是从通缉落跑去柬埔寨一个姓柯的查甫人哦，伊指挥集团成员甲海洛因藏伫狗爪帮的空棚内底，佮当作是无形的底座，对泰国寄来台湾。加在警方接到线报，成功掠到一批毒品。执勤人员讲，入去桃园中立这个所在，装到内底有2大箱的包裹，重7公斤的海洛因。警方好咧啊，将模型的底座甲刮开，内底几下的棒钉钉塔塔，一片搁一片的棒啊，每一个空差不多是3米到5米。这片西大的空，嫌犯竟然有法度甲海洛因的粉拢藏伫内底，甲底伫咧模型的底座，和模型看起来就亲像一般的产品同款。藏在
极小的那个 PP 塑胶板、瓦楞纸板的孔隙内啊，那孔隙真的很小。那他们是先藏在孔隙内之后，再次封起来，然后又再将板子又藏到模型的底座。那这种比较多层的夹藏的方式是比较少见的。嫌犯为着要闪追查，佮一直换交回地点，自台南收包裹了后，佮去到高雄，上后边来到桃园某一间透天厝，甲包裹拆开。只是讲过去这模型藏毒的代志，大部分拢是藏伫咧模型的主体，即届是利用底座下底的房啊咧藏，真正是足罕见。模型会不会比较不会被抽样检查到？这个可能还是要看我们在通关的时候的检查的功力啦。那基本上我们海关跟我们警方这边都是很强力有在查缉这个运输毒品的过程。警方表示，7公斤的海洛因至少会当互21万人食。加在提早接到线报，成功甲炸落来。初步调查，主嫌是目前秘伫咧柬埔寨一个姓郭的查甫人，预期用通缉当港去海外跨海指挥运毒。目前伫国内已经逮捕7个人，该依照违反毒品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卖按国际合作模式积极查缉主嫌到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险影响到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三星罢工的危机。伫全面罢工的前几点钟三星工会甲资方达成暂定的协议，要来增加半导体部门的特别奖金，员工有机会摕到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代票分红。这场已经5个月劳资争议，危机嘛暂时化解。韩国三星电子工会代表崔成和甲三星高层李明九伫镜头前签暂定薪资协议，双方交换文件握手，上尾也搁做伙年军头化 fighting， 原定18天罢工暂时话停。 총 파업을 불과 몇 시간 앞둔 시점에서 노사가 잠정 합의안을 도출하였습니다. 잠정 합의 도출과 동시에 공동투쟁본부는 투쟁지침 3호를 발령하여 총 파업을 유보하였습니다. 根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劳资双方20签的初步协议，除了维持原本的年尾绩效奖金制度，三星搁头一摆替半导体部门增加特别绩效奖金。根据协议，三星未来提拨相当营业利益10.5%的钱来做半导体部门的奖金来源，而且未设天棚，其中40%的奖金会直接分予规个部门，另外60%会照各主部门甲行政部门表现来分配。那准这业绩是用营业利益来算，部分员工未来可能会透过扩充股的形式，平均摕到上悬5.4亿韩元，超过新台币1200万的超级奖金。业界预估，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益有机会超过300兆韩元，假使真正达标，会当用来分半导体特别奖金的总金额是有到31.5兆韩元，其中的12.6兆韩元会由大约78000的半导体部门员工来分，平均算落来，一人会当摕到1.6亿韩元，相当新台币360万的绩效奖金。 근본 잠정 합의가 상생의 노사 문화를 만들어갈 수 있는 출발점이 되도록 하겠습니다. 这场原本特别发生的罢工，差一点啊冲击全球 AI 甲半导体市场，可能会让三星电子损失超过100兆韩元，大约新台币2.2兆。所摆韩国雇佣劳动部长金英训20下晡加入去超测，劳资双方买手拢退一步。三星工会表示，22下晡2点到27下10点，会针对暂定协议进行会员投票，协议必须通过表决才会正式有效。若准最后有过关，持续5个月的三星劳资冲突嘛，总算会当落幕。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来看韩国的三星集团成立以来是严格禁止员工成立工会，佮会分化西人劳工的组织，甚至会解散部门，辞掉员工来阻挡工会成立。一直到最近这几档李在镕接班了后，在2020年，三星集团才正式宣布讲要废除80档无工会经营的政策。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要请吴欣带咱来了解三星工会发展的过程。是主播。 讲到三星电子是对1969年到2020年进前因是一直坚持无工会经营，因的管理文化真严格，高层会打压不准工会来成立。不过，伫咧2019年底，高层就因为打压禁止工会，是去互南韩的司法部判公有罪。 2020年，迄时阵的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就出来回实咧，宣布讲会废除无工会的政策，员工的劳权意识来压权来甲请，
三星电子的工会全活动起来。也伫咧2023年，三星半导体部门大了钱，资方就决定讲甲奖金取消，也这是引发员工强烈不满。2024年是发动55年来第一摆的大罢工。这个工会是要求讲薪水甲奖金的制度要来调整，不过劳资利益的冲突是无完全解决。即马 AI 是带动记忆体大赚钱，别人到这个 SK 海力士早就已经甲这个上限来取消，奖金会当领代表差不多1500万，也三星电子可能干那1/3。工会就要求资方要比较 SK 海力士来分享愈济营业的利润，不过谈判破局。讲要罢工18日，也上新的进展是讲，伫咧罢工进前几点钟，工会甲资方达成暂定协议，会来增加半导体部门的特别奖金。员工伫咧食红是有机会摕代表数百万，甚至讲是上千万。罢工的危机暂时化解。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咱甲时间交等候主播。感谢威希望，咱继续来关心台积电的涉案。怀疑是判决讲，东京为了科创公司假做3档，也毋过爱付台积电1亿公库5000万的赔偿。东京为了公司价格减数，即嘛是拢决定讲无搁要上诉。这案的主嫌台积电的离职工程师陈立明，佮东京为了高阶主管罗依依等3个人，是讲要继续上诉。会觉得判太重吗？因为台积电涉弊的案件，去用依照国安法定罪重判10档的主嫌陈立明，宣判了后，由原羁押禁见。虽然提起上诉的期限也未到期，不过高检署已经表态未提出上诉，而且进一步说明陈立明非法摕到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营业秘密，这代志真严重。目前法院的判决也阁算合理。虽然检方无要上诉，不过面对规件的代志，陈立明的委任律师捌发声明讲，陈立明已经真侪摆。用手写悔告书来回释的，嘛得到台积电的谅解。不过伊安尼正面来面对错误，尽力来弥补，这份决心好亲像无反映伫咧判决顶悬，已经提起上诉。目前因为本案判决尚未公开，我们不方便表示意见。现在的回复，请先以事务所的新闻稿内容为凭。这件代志除了陈立明去用判刑，也个伊离开台积电跳去的迄间东京威力科创是接受假做的条件，会符合台积电1亿，也个国库5000万。对着判决无要上诉，检方嘛未上诉，所以东京威力科创目前是假做3档确定。结果可以接受吗？另外，去用指控斗3工涉弊，去用判6档徒刑的台积电前工程师陈伟杰，也个涉嫌灭证，去用判刑10个月，假做3档的东京威力的高阶主管罗依印，2个人拢已经提出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美国股市受到真侪讨论的发展开讲机器人的 OpenAI， 按算讲今年的第4季会来提出公开发行的草案。另外是马斯克的 SpaceX 太空卫星公司市场嘛预告讲 IPO 期待会超过1兆美金，有可能是历史上上济另外，辉达 NVIDIA 公布财报，今年2月到4月营收有813亿，这么济，开创嘛创历史的新高，是去年同期的3倍外，嘛比市场预估加码4成。根据上新的财报，辉达2月到4月营收超过813亿美金，比2025年同期的440亿美金增加超过8成5。这当然是受到人工智慧 AI 应用愈来愈快，数据资料中心愈去愈多、愈去愈大影响。People said that AI is going to make us more productive. There's no question on that. What took months now takes weeks. What took weeks now takes days, and what takes days now takes hours. And things that would take an hour, you and I pretty much expected instantly. 若是5月到7月营收，辉达家己预估的数字差不多是910亿嘅美金，比市场预估的是悬差不多4%。不过美联社的报道嘛讲，辉达的营收继续咧创新高，也不过资本的支出嘛一直咧增加。2月到4月营业成本高达77亿5的美金，增加49%。因为人工智慧愈来愈强，软体产业这部分嘛愈来愈强。2022年透过 ChatGPT 一个就撑起来 OpenAI 公司，估计2026年第4季要头一届来公开发行股票。美国 CNBC 报道 ，OpenAI 上紧伫咧这礼拜会提出草案，要甲高盛也个摩根大通来做参详。目前这间公司的期待估计起来差不多是8500亿美金。
不过 OpenAI 头一届公开发行，就要面对一个正高吸收资金的对手，也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SpaceX IPO is going to be a huge deal for several reasons. One reason is the valuation. Now,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the valuation is going to be, but we know it's going to be north of $1 trillion. So it'll make it one of the largest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right out of the gate. 路透社报道，虽然 SpaceX 最近伫咧财务顶悬无啥损失，包括收购 XAI 伫初期就损失高达24亿外美金，若太空事业的部分，嘛敢若靠卫星网络的青年，赚差不多11.9亿美金的利润。总是即马因的话题原来是真济，包括登陆火星的计划，也佫会使回收火箭，加速民营太空竞赛，等等这议题，都省真济投资人赶咧要买。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译。来看今仔早起，台股嘛伫回答财报的带动 ，AI 相关的概念股是大起，指数起超过1500点哦。台积电相关是起到2255块，起70块。另外，全球拢正重视的台北国际电脑展，明仔载特别起股咯。今仔嘛先公布今年得奖的创新产品哦。伫 AI 时代，咱台湾供应链相关的技术甲应用，嘛互科技界真期待。 AI 唔但互咱生活真侪利便，嘛互厂商真侪趁钱的机会。智控力量 Computex 得奖发表会拜是透早特别起股，真侪创新的产品变作是焦点。有台湾的厂商发表唔免插电的彩色电子纸，希望会当互业者减少纸的使用。 取代传统的一些电子的数位看板，还有一些周遭的小型显示器的一些功耗、能耗，做一些节能的一个辅助，让我们整个在 AI 从技术上到对社会 ESG 的贡献有一个整合的一个表现。对于 AI 在地端布局里面最丰富的，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其实琢磨非常多，也看好今年的蓬勃发展。 AI 若要普遍，背后需要真强大的运算平台甲资料中心，还佫有储存甲散热的技术。因为 AI 需要真悬的算力，包括电力、散热甲能耗，拢是挑战。有台湾的厂商就研发高压直流翼对液冷却系统，会当满足功率真悬的 AI 散热需求。我们会直接做800伏 HVDC 高压直流的转换，直接进 data center， 对整个的资料中心的一个效率是非常有帮助的。专家就分析 ，AI 已经为前早、空中、云端，也是模型的训练，进入终端的应用，像讲医疗体检。 工地安全的监控、智慧买卖，还有机器人等等的应用，台湾的厂商拢扮演真重要的供应链。台湾的供应链在这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落地的应用也会持续的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好，那成为大家众所瞩目的焦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多元的 AI 的应用将呈现百花齐放的一个现象。也那 AI 产业带头回答，因为第一季财报评预期的较好，拜市台股开盘就 飘起哩，上悬要来到4万过1561点，起超过1500点。台积电股价搁要上悬来到2255块，起70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指数头翕的代志，即嘛是愈变愈济哦。讲地指数的劳动店，检今嘛查到讲有头厂监视器，店长甲2员工死闹11万块到10万块交保。 爱尔利金属标出头翕案了后，风波继续咧传。这回宜兰地检署接到新北地检的通报，去公职金属劳动店发动突袭搜索。我们是面对我们当地这个分局监察队的警员来这边做查核。好，旁边先可以稍等一下。要多久？我的经验，你们都要让我们等半小时。 检警车牌针对1、2楼营业空间搜查，迄当阵拢无查到啥货，也毋过承办检察官甲线索太过了后，认为案情并无单纯，车告决定扩大搜索，亲身带队伫3楼到5楼去查到伪装型监视摄影设备，互案情有大进展。这个案件经过检察官到现场指挥搜索之后呢，我们认为说业者那个犯罪嫌疑重大，那分别以10万元到6万元。 的金额予以交保。警方甲涉黄的店长甲2个员工带走，经过检察官透明核实了后，认定业者涉嫌妨害性温书，嫌疑重大，信后交保。我们目前是有查到一些设备，那画面的部分也由警方他们在做处理。 对伊美金属到商场换衫的空间接续传出偷翕，互消费者愈来愈有警觉。为着莫有空碰，检警也会继续扩大追查。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美术馆甲台电做伙办的一个公共艺术展其中有一个用回收的家电做的物件，会当互囡仔来佚佗的活动装置，曾发生意外，有一个囡仔规人倒头栽摔落去，也毋过加载是无着伤，着惊尔尔。主办单位嘛表示讲会随来改善。一个细汉囡仔坐伫个水板做的玲珑马仔顶悬，所以因为滑手是活动的，一个无拄好对马仔顶悬倒头栽摔落来，惊甲哀哀叫。这是高雄美术馆甲台电合作的公共艺术展，艺术家用回收的氦电器打造成玲珑马仔摩天轮，互囡仔去体验活动，所发生囡仔对玲珑马仔摔落来意外。主办单位表示，现场有随确认囡仔状况，加载无受伤。因除了有做告示牌限制身悬体重以外，工作人员嘛提醒年岁限制，后续会考虑加强安全防护。这次事件之后，其实我们会汲取教训，那也有跟艺术家这边联系，是不是说能在例如说扶手的部分有需要可以调整，在加固的部分，我们也会再做讨论。它这个速度多少啊？大概？它转一圈，我记得是3分钟。主办单位强调，这项活动艺术品有经过移动式悠久的认证，安全无问题。进前嘛捌展示过2道，毋捌发生过意外。有不少民众看到网络影片，拢认为迄项设施的速度其实无紧。主办单位甲家长拢有责任，尤其安全评估甲决定权，其实拢伫咧家长的身上。那边的工作人员自己也要先去告示一下爸爸妈妈说，几岁比较适合。如果你们觉得安全性上有考量、有疑虑的话，你们就可以不要做这样。我小孩子几岁，他可能有比较好的平衡感，他能够有抓取的能力。我觉得这个主办单位是应该要做这个安全的措施。主办单位表示，这项设施年岁限制是3岁到12岁，较细汉的囡仔家长会使陪咧坐。迄天因为是细汉囡仔，工作人员嘛有问家长要坐无，家长讲唔免。后续因会加强年岁限制甲安全的维护，避免佫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雄场报道。今年3月 ，Grab 宣布讲要用6亿美金来收购Foodpanda的台湾业务。这案目前是各地公平交易委员会第审查，也毋过有民意代表是接到投诉，讲 Grab 一定会布局咯。佮指出讲Uber的执行长目前嘛是 Grab 的董事，质疑讲背后可能有Uber的资金，有可能会垄断市场。有消费者伫新加坡使用 Uber 叫车 App 点开，就伫选择车的画面出现 Grab 的字。另外，有消费者甲面台投 Grab 也未通过核准，在台落地。网页顶悬适用的地区说已经有写台湾。自测绘产业情报所指出，为目前公开的资讯来看 ，Uber 甲 Grab 伫东南亚市场的合作是已经真密，而且 Uber 执行长伫2018年就做过 Grab 的董事，未来叫车甲外送市场恐惊会逢高价。Foodpanda 的母公司德国的 Delivery Hero，Uber 也在这个礼拜呢，急速的提升到19点多%，他们基本上就一个3角共犯。我不敢说他们联合垄断，但是他们是联合不竞争。外界嘛针对 Grab Maps 甲中国华为旗下华万地图合作分享投资，烦恼在台落地会有治安风险。Grab 回应 Grab Maps 甲华为之间的合作并无任何涵盖台湾市场，华为无法度透过甲 Grab 的合作关系摕到台湾投资，而且未使用阿里云储存 Grab App 的相关数据，未来在台营运嘛拢会符合台湾法规。不过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质疑，有关是有治安的风险。把台湾的外送员当成了未来可能的帮凶，它的图资收集是立体式的哦，它会进入到建筑物里面，不是只是街景而已。5年后的外送市场是不是能够比今天的市场更有竞争力、更有创新力？那这也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综合评估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样态。Grab 要收购Foodpanda伫台湾外送业务的案件，目前也伫咧公平会审理。对这个争议，公平会日前表示会请 Grab 佮进行第2届补件。记者综合报道。黄酸雨季到咯，台湾嘛已经进入雨量上济季节咯。因为去年的9月，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放山湖放弃做大水，灾情是真严重，所以即马外界嘛真关心马太安溪重建的进度甲防灾的准备。水利署是表示讲，4档1000亿治水的计划，头1档要投入147亿，相关的工程伫5月7日已经发包。
花莲公河乡马太安溪放山湖，伫个旧年9月疫疗了后，慢慢恢复原貌。不过到当无甲一档的时间，又搁要面对雨水期，预计对5月到11月会小连续面对雨量上澎湃的黄山河甲风台，各单位爱提个警觉。明利村的这个部分堤防也是刚刚报竣完成，哈。那当然光复的堤防，除了现在初步完成它的保护阶段以外，我们将来这个高规格的堤防还要再持续努力，会在明年底才会完成。经济部表示，目前主体工程包含南华光复堤防已经达到第1阶段的标准，正在进行第2阶段关规格堤防的升级。阿土木地区北湖堤段是完成4条排水沟壁、水环更帮起啦，达到防大水的效果。另外，溪道嘛所存达到2200万方，不过在伫个水头各有2立方以上的土方也未排除，会搁继续监控河道的状况。除了修复进度，各界嘛搁较关心全台防大水防灾的工程准备。有立委嘛提醒，爱密切掌握地方的铁路名单。我们这次到地方去访视的时候，也有逐一去看他们的保全清测是不是有更新到最新的状态，撤离的速度跟效率这个部分，的确某些县市政府在执行的，不管是经验上或者是落实度上，的确有差异。这个部分在防办会持续去辅导他们。每年针对汛期前所有的这种施工的缺口，就是我们查核的重点。河川分署会去自己自主检查以外，我们水利署本身也会去做全部的一个抽检。外界嘛关心防大水的预算是不是有够？水利署解说，目前有关地方治水的4档1000亿的治水计划，头一档投入147亿，经济部大约会当动用100亿。目前已经伫个5月初6正式开会，完成头1摆的发包，有信心照进度执行，改善地方的水情。记者综合报道。大眼睛是现代的文明病，有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出问题。中基病院甲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针对6万外有自体免疫疾病大眼睛的病人追踪10档哦，结果发现讲，得到大眼睛是比自体免疫疾病诊断提早大约3档哦。这成果嘛刊伫国际期刊。医师嘛提醒讲，大眼睛毋那只是眼科的问题，嘛有可能是身体免疫系统发出救命的信号。40外岁邱小姐是家庭主妇，平常时真爱伫厝诶看戏剧来度时间，毋过最近目睭定定打，人嘛够疲劳，用人工诶目油嘛无改善，尾也去互医生看才知影，原来是得到自体免疫疾病，手机电视症候群，也就是人讲诶大扫症。食免疫压制剂了后，状况才大改善。当时的话是只有人工泪液，但是没有改善，所以才想说一起这样子看眼科，然后检查出来就是后来吃免疫制剂。大眼睛真有可能是身体出现自体免疫疾病的警讯。中经病院甲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透过健保资料库，伫2011年到2020年中间，针对67000外位打诊断到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做10年的追踪，结果发现大眼睛比自体免疫疾病早3档去检查出来。另外研究嘛发现，伫10种主要的自体免疫疾病当中，大扫症的大眼睛是占上侪人，有8%，其他亲像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红斑性的脓疮，也拢有占4%的比例，而且女性患者得到大眼睛的比例是比查甫较悬。自体免疫疾病呢，它会体内会产生许多不正常的免疫细胞。那这些免疫细胞呢，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除了攻击我们身体的器官之外，那眼睛呢也是一个很重要，他们攻击的这个目标。有这样子的资料库，提醒我们一些资讯，然后又有临床医师，他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全面性的帮病患把关。那我觉得就会。对整个医疗会是很有进步。研究团队讲，台湾40岁以上的大人有大眼睛的差不多5%到40%，在咧所有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内底，大眼睛的比例是大增加，平均每2个人就有1个人去得到大眼睛。所以提醒民众，若是长期感觉目睭打、涩雾，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才袂失去关键的治疗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今年初长照3.0的计划嘛开始实施了。台大公卫学院是指出讲，若时代有利用长照的资源，佮预防医学等专业的照顾，适龄者的身体会当维持较好的功能，退化的速度嘛较慢。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已经超过全国总人口的20%，正是加做超高龄社会。
食老身体退化，学者推估2035年台湾适龄的人口数会增加到139万人。21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研究，指出讲，若是会当针对无共程度的适龄者，提供无共款的长照服务，改善适龄的效果才会更较好。一般咱大用的吼，拢是叫用来煮饭啊、来摒扫啊、来洗身躯啊，这是咱大家上知影讲，长照服务这帮忙很大但是这三个安尼用，那会使加医生、护士，还是讲物理治疗、职能治疗这些专业服务，效果会更较好。学者强调，长照服务毋是照顾者替序大人甲代志拢做甲好好，是照顾者爱鼓励序大人伫安全的前提之下，尽量参与各种的活动，譬如讲剪衫、剪菜、洗身躯等等的日常活动，才当维持序大的功能，减慢退化。学者也表示，若是会当提早发现序大人有衰弱的情形，就会当提早介入，提供长照服务。重点就是呢，我们希望能够在衰弱的初期就可以开始给予一些专业的服务跟指导，让功能可以继续维持，而不是等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呢，才开始寻求专业的服务。另外，伫新闻顶悬，不时有照顾者因为长期的照顾压力伤大，佮欠缺哮喘甲支持的系统，造成长照家庭的悲剧。学者也提醒，民众应该要尊重佮肯定所有的医疗人员佮长照工作者因的专业，政府也要重视因的劳动权益佮工课场的安全，才通互长照服务这个台湾重要的社会安全的网络佮较健全。记者郭玉琪、谢桂玲台北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已经坐回食下收乌牛18暗时搭长机的金蕉树逃走出去，目前拢是搁还未找到。园方伫个大湖轮区的附近在找，嘛呼吁民众会当来斗相共找。也毋过若有看到，就毋通家己去掠，就要赶紧通报。我们原本在后场其他地方就是监视器都没有拍到它相关影像，那我们推测它有可能从游客面移动出去。那我们现场在讲小食下树可能逃脱的路线甲过程，为动物园翕到的监视画面，小可会当看到黑鸟慢慢逃脱的过程。因为台北市立动物园一只母的小食下树黑鸟，18暗时疑似利用活动区域金蕉树长期的树尾，爬去咧活动场边啊过少的通道了逃脱。保育员隔顿间发现了通报，随开始找。考量他的年纪，以及他其实没有在外面这么长时间的探索，我们会稍微把这个范围限缩一些。那可能在动物园周围，就是目前第3天。那如果以换算来讲，就是6到9公里。园方表示，黑鸟是一只11岁到10个月母的小食下树，年岁真大，体长大约50至60公分，毛色绿绿啊带黄，平常时个性较敏感，无打，袂攻击人，属于夜行性的动物，日时会觅伫树丛或者是叶贴的所在休困，这是增加搜寻的难度。目前除了动用非常多的园内的专业人力就是因为它是夜行性的，所以我们在现场的附近，我们会架设自动照相机，每天会去检查有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除了会整修活动区内底的树啊，园方已经针对热带雨林区的4棵位啊加强搜查，佮加设6台自动相机，佮有4组机关人。民众若准有发现伊的影子，请赶紧通报，唔通家己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安南区有家长投诉讲厝邻附近的公车站拢暗蒙蒙，边仔杂草是发觉伫要比人较悬哦。有民意代表嘛讲，安南区上无有在的公车站拢是安尼，实在是互人真袂放心。市政府是表示讲，会先全面来盘点，嘛赶紧来改善。下晡6、7点，天时已经暗啊，路边敢若一拍电火咧光，但要斟酌看，根本唔知这是一座公车站牌。有家长伫社群平台无奈发文讲，敢是因查某囝咧训练伊的胆量力，因为现场唔若无啥物照明设备，甚至站牌边啊杂草发甲真旺，害人要病悬，暗时做日难免互人会心惊胆吓。地主咯，也唔整理无规个，遐唔整理你的，若整理你的就加较清幽啊。草啊，早4早都会再来咧挂。如果周遭没有足够的商店啊，或是路灯来补足这个光源的话，确实这个公车站呢，晚上光线不足，那这个候车的人也感觉蛮危险的。这款恐怖的单车环境，就伫人口增加真紧的台南安南区，有民代批想安南区像安尼公车站，上无有杂座，那坐公车多数是学生和老大人，这候车的地点，煞欠缺基本的设施，连闸机拢无，要求爱紧升级设备。公车
车的距离大概1到2个小时哈。小兰你家整咖烈日曝晒这样1到2个小时，好，所以这个设备一定是要再升级。尤其这边比较荒凉哦，照明度不足的话，小朋友晚上放学回来走在这边是很危险的。面对地方怨叹，台市交通局回应会全面盘点现有的公车站牌和周边环境。那后续公共运输处会再加强公车站位的巡检，那进行定期维护以及环境清洁的工作。交通局讲，台南市去年公车运量超过1678万人咧坐，成长超过5%。未来因讲会大大引入太阳能智慧站牌，提供及时的到站资讯，卖改善照明，提升大家等公车的品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台东县的大武渔港哦，积沙真严重，对去年10月开始，渔船就无法度出海了。县政府是委托台东区渔会来清图抢通哦，让细只船会当出入。受到港喙积塌甲靠流的影响，大武渔港即阵常在看到内港变烂地，渔船吊伫遐的情形。若港喙的卡拉车，搁再安怎卡流入去港内的海水拢有限，有寡渔民规气卖出海，船拢发臭啊。要设计的时候也会碰到这种问题，不能出海，不能出海怎么办？渔民叫苦连天的。台东县渔会的例会有议员质询，逐档开800多万清大武渔港涂膜的做法效果有限。县府表示，目前大型渔船已经刷去附近的旭海，也是富光渔港。今年就委托台东区渔会改变过去拄到灾害才清的做法，固定的安排乌沙，维持予细只白仔通出入。这个月已经有船出海，可以把它钢嘴缩小，缩小以后，那我们以后要整理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我们整年度的抢通，我们内部的渔民就可以有机会，可以有更多天数的出海。那跟以往的做法比较不一样，那投入的费用也其实不会增加。不过渔民认为清土沙是唔保留性补擦的做法，过去要加长渔港泵手整治积塌的工程，中央一直无核准，即卖营建成本一档比一档悬，希望县府甲中央会当赶紧彻底解决大武渔港积塌的问题，才通互停10月档的大武游大渔季活动会当继续举办，促进在地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有8栋历史的嘉义旧家家宿舍，最近有民众反映讲，看到学生伫楼厝内底伫啃石头啊，窗仔玻璃是拢破去。嘉义市文化局是表示讲，这个所在虽然毋是历史建筑，也毋过嘛是真重要的文化建筑，嘛去要求学校要爱辅导学生。学生囡仔伫工地内底啃石头，发出真大的声音，一直到翕相的民众喊声来问，学生囡仔才停手离开。Hello， 你在丢什么啊？学生囡仔因啃石头的所在，就是家己旧家家宿舍群的楼厝。市政府伫边啊，当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2个学生囡仔偷走入来啃石头，造成建筑物的受损，窗仔玻璃破去。嘉义市文化局指出，有投入真侪资源来活化这个建筑物，呼吁民众重视文化资产。可能是看到说，这个破掉了，我是不是也好奇，用那个石头丢看？可能是学校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啦，没有把这个观念强调给学生啦。小朋友丢的石头的这一个标的是我们旧建宿舍群市府推动的以修代租计划的这个老旧宿舍之一了其中一户。那这一户其实也是我们已经有媒合了这个以修代租的这样的一个民间团体，只是民间团体目前还没有进驻，还没有进行修缮。古迹如果说破坏了以后，你想要再修复，它就不是原来的古迹了，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动作。文化局强调，虽然旧家家宿舍群的楼厝目前无文资的身份，不过市政府也是有公告登录做自路建筑群，若是民众挑故意来破坏，也是有法律的责任，已经有通知学校，希望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有民众投诉讲，看到南投的溪头大饭店厝顶在庆肉圆，业准讲是火烧的，也毋过业者讲是因为饭店的火顶高涨。南投的环保局嘛去稽查，发现讲已经违反空污法，会罚业者至少10万块。在南投溪头大自然的环境之下，看到火烟一直对饭店的厝顶冲出来，民众叫是火灾，结果这是这间饭店咧摆烟。因为观光区，伊排烟总是较唔好的哈。就是可能会想说污染空气之类的。
清烟的画面，互民众翕落来。民众烦恼会污染到即搭的空气，业者有出面来回释的。解说讲，因为是饭店的火顶故障，南投环保局去稽考，发现业者确实有排污烟，违反空气污染法，会依法来处罚。我们今天才发现有冒黑烟的部分，那目前我们已经厂商在抢修当中，那锅炉的部分明天就可以恢复，那造成困扰，在此跟大家致歉。初步了解是这个饭店有锅炉因为有歹气所以启用这些备用的锅炉来做运作。因为备用锅炉较久无咧用所以有这积碳就是有污烟的情形发生，会处分这个10万到300万的罚款。南投溪头因为生态资源丰富，空气好。这2-3年来，拢是全台湾森林娱乐区旅游的冠军，逐年拢超过200万的观光客，去年创下300多万人次来溪头行搭。业者讲，即卖已经维修好势啊，嘛公开对外回释的。记者杨秀兰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是24节气的小满，气象署嘛表示讲，今仔日是还是热，温度上悬到34度，南部外山区甚至会到36度。也毋过明仔载过昼开始，水气较高，北部甲中部以北山区会落阵雨，来到拜六天气才较稳定。北部真好天，民众伫家落热雨刷早日。气象署讲，拜四日时各地侪分好天，气温小热，全台湾日时的温度伫32度到34度迄卡兜，南部外山区上悬甚至会到36度。气象署嘛针对台南、高雄发布高温特报。对整体上来说，其实气温上，在今天来说的话，就是西半部地区大概都是在32到34度左右。尤其是在南部比较近山区内陆地方，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那5月1日是24节气的小满，俗语讲小满归，望正衰，就是咧讲小满的时会开始落黄霜雨，稻仔开始做归，到望正的时稻仔就差不多9分把归。另外嘛有立夏小满、雨水小干的讲法，意思就是黄霜雨落袂离，甚至有可能做大水。不过对做事人来讲，水分够囝对作物是真要紧。另外还有小满梅仔雨在本岛。花正木该成宝等等俗语的讲法。气象署指出，拜四过昼到拜5这段时间，水气会开始变高，北部甲中部以北山区会落阵雨，过昼各地嘛较熬落西北雨，一直到拜六天气才会转好。今天呢，就要留意，就是在中午过后，其实水汽上是会逐渐增加的。那今天午后雷阵雨的范围，预计就是在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可能会有些局部的雷阵雨发展。其中在北部跟东北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一个发生几率。气象署讲，未来一礼拜日头请夜影，一直到后礼拜5照黄霜雨方面通过，时到可能会开始落雨，提醒民众这几天出门就要扎雨伞、加啉水。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下半部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